好这个文本我甲拍开。我已经拍开伫遮好 ，OK。因伫咧咱的迄个赖群组啊，是。拢伫遐骂甲呢，哦，看了足艰苦的咧。骂啥？我毋知，你是讲3年迄个哪会群组的吼？其实我毋知因骂啥，因骂啥，因为我无看咧。讲实在，迄个哪会群组吼？其实我足罕咧伫遐看，我敢若有时仔要上课，我著。拢伫遐骂啥物奸臣奸商，拢骂甲足歹听。啊，因写迄台落我嘛看无，所以我嘛毋知因咧骂啥。OK， 我毋捌注意因咧开讲的物件哦，因为迄个赖群组是本来一开始3年为着要公布什么即个课的消息所开的，但是因为实际上来上课就敢若无几个嘛，就是敢若尤其伫迄个群组内底就敢若3年甲马文尔，所以我若真正有上课要改课改时间啥，我用直接的迄个要哪讲？点即个3年的名，直接我袂伫内底讨论啊，因为内底因人侪啊。我感觉屁股后头足侪，啊嘛毋知是好人啊歹人。逐工都看李俊德伫遐咧骂东骂西。我是毋知，因为我无看。怨天怨地安尼。我无看。反正别人拢是無好的就对啊，别人写的拢袂使。我看落我感觉讲，哪会安尼？其實安尼造成我足惊台语的呢。咱是来讲，是因为3年，我甲养成即个习惯，才嘛甲倒逐工9点起来安尼。迄个群组参考啦，3年入来啊吼。其实3年我话3年讲，我讲，我听伊安尼讲话开到我足艰苦的。我会当理解，因为我有时啊看1-2篇，我就安尼看吼，因为什么我就安尼看？一开始吼，哇，一天几百篇啦，我人迄时间因为我时间含各位时间多，嘿。新旧党争、文理党争安尼。我是毋知啦。你甲我无共款，你就要甲我因为我时间上无法度配合，我无法度讲因逐一篇写出来，我一篇看，我早起困起来看100多篇啊，我哪有可能去衔接，所以我就自来就毋捌参与，然后因为讨论啥我毋捌参与过。当然是有一点困扰，就是讲我真正要改时间，要上课要改时间啥，有诶无，我就即满就只好拢就@迄个3年吼，我今日无看到安尼吼。OK 好，所以迄个群组你若无兴趣看，不要紧啦，迄不要紧啦，我嘛毋捌你看，讲实在我毋捌你看啦吼。OK， 迄是改时间用诶啦吼，比如讲上课时间改啦吼，停课啦啥，我会伫遐，但是。对啊，我感觉真困扰啦。讲实在，我尤其最近这几遍，我就困扰，我就只好爱@3年，我看袂，我惊我打出去无原来无人看到啊，几百篇甲规空过，即马较无啊，即马几10篇尔啦吼。好 ，OK， 需要若需要啦，无比如讲，我再去另外开一个群组啊啥吼，再去来开也不要紧啦。系啊，咱规气都开一个群组，你要骂东骂西，要嫌东嫌西，你去另外群组。我感觉足差诶。我是 OK 好，我再去含3年讲一下吼，看要另外开啊啥吼，不要紧咧，迄无。毋是啥物事，毋是物，咱就莫参与就好啦吼。OK， 马文是可能还没较熟啦，我毋知啦吼。马文可能知影。马文甲即个个文就是讲起讲迄个3年开的迄个群组内底太侪其他的讨论啊。当然，毋是讲迄个讨论无好啦，其实我拢无参与，我毋知影讨论到底讲啥吼。我就含咧看，有时仔看1-2篇尔，就含咧看吼。所以内底有啥物内容我是毋知啦，但是
就比如讲艾瑞就认为讲内底太侪互相你骂来骂去批评的，伊就感觉安尼就无好。我毋知，我其实我无看，我毋知吼，骂啥物我拢毋知。OK， 好啦，咱若要讲做你开麦做你讲啦，不要紧啦，啊无就要来上课哈。出洗手哈。好，哇，34页，咱电话看对，我找者吼，有时就甲人争大米，担去府城跳吼，对，电话差不多这段。暗时甲人家争趁坑来饲猪吼，人胖的时就担人啊去挽猪菜，安尼。拍拼来做所费啊！真生伫小学读册吼，拄着无钱就用，这是鼎吼，举去做船长吼，就用鼎举去做船长，因为即个印刷吼，可能将近100年啊吼，迄当阵印刷的迄个。音料无讲介好啦，品质无讲介好，有时啊一字吼，你有N 还是 U 你看袂出来吼，或者是到底有即个调号啊，无即个调号，看有时看袂出来吼。所以大家吼互相体谅者吼，就用鼎举去做船长吼。来，这段咱来看者吼。真生伫小学读册吼，即个咱即句头一句，咱大家应该拢看有啦吼。伫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吼？真生伫小学咧读册吼。小学即嘛较含咧听人安尼讲吼，小学吼，小学。小学对，就是讲小学尔啦，小学可能嘛较含咧听人讲啊吼。小学啦吼，咱。台湾人惯势吼，就爱读，较爱读即个文音啦吼。啊，伫东南亚吼、菲律宾吼、马来西亚、印尼边吼，因着较惯势读白音吼。比如讲大学吼，咱袂台湾就拢大学较侪吼，大学其实两个拢文音啦吼。啊，文音听起来较敢若较有学问吼。啊，但是伫生活中用起来其实是怪怪的吼。大学吼，这是生活中较接应、较讲话的方式吼。好，真生伫小学读册吼。我嘛其实较主张讲，你平常时尽量用白音较好啦吼，莫去用文音吼。文音是不得已会使用着吼。好，拄着无钱吼，因兜就已经就无大人啊吼，敢若剩因老母咧讨趁尔，足辛苦诶吼。拄着无钱就用鼎举去做船长吼，无钱啊喏，开始转物件嘛吼，迄个年代吼，即嘛会使啦，即嘛叫做，即嘛你摕你诶厝去贷款，你摕厝去摕你诶土地去贷款。意思就去转账嘛，就是即共款意思，就是即嘛讲较好听，叫做贷款嘛，其实就是转账嘛。你用你的厝当做转账去借一寡钱出来用嘛，吼，就是安尼嘛。或者是讲用厝做转账去买一间厝嘛，吼，钱无看着现金啦，你手头都无看，但实际上就是你等于借迄个钱，对银行搬出来，搬去互迄个进前即个厝头家，互伊家己买即间厝嘛，吼。所以相款吼。就用鼎举去做船长吼。好，即句安怎故事呢？故句法呀，摕什么物件去做什么代志吼？啊，伊毋是讲摕伊讲用吼，就用鼎吼去做船长吼。OK， 但是佮加一个动词叫举哩吼，就用鼎举去做船长吼。我是感觉即句。
安尼写起来是其实有较啰嗦啦，吼，有较啰体一撮啦。就是讲，你若就用鼎去做船长，就牙鼎去做船长，其实拢意思拢达到吼。就用鼎牙去做船长吼。我袂当讲伊裸体，我其实咱批评无毋对啦吼，应该是讲即句伊安尼着甲迄个语气着较婉转一撮啦吼，着甲变化一个小弯一下翘，莫讲直接讲就牙鼎去做船长吼，迄已经伤直啦吼。就用鼎牙去做船长，安尼着较委婉，着语气上着较无遐尼直接、遐尼强烈吼。就用鼎牙去做船长吼。啊，即句意思就是我拄仔讲，就牙鼎去做船长，共款意思啦吼。就是讲，就用鼎牙去做船长，就较口气就较宽、较软一撮啦吼。好，来这段大家来读者。艾瑞，我甲你摆后壁好无？你听阮来，Sunny来，你先来。我听就好，因为我无册。哦，你无册，袂要紧啊，你会当。我顶头。我用耳筒听就好，我用耳筒听就好。OK， 好，来Sunny来。真生伫小学读册，拄着无钱就用鼎牙去做船长来。我等下，我即摆伫外口，可能我过10分钟以后。好，袂要紧，好来马文。我先来。芭比，我看袂到你啊，歹势啦吼。我看你温馨的，你知影？哦，稍等，我出去一个礼拜好啦，无安尼看袂到人。我先。我敢若有看到文本啦。是，安尼你会当掀开吼，第几页？34页吼。好，感恩。我出去搁你买一个，我要安怎出去？我 leave， 我搁你买。只要伊毋是结束，房顶就不定的啦。好 ，OK， 好，芭比看到你啊哈。Sunny来马问第二个。是哦，搁变来哦。我看到是Sunny、马文、艾瑞、甲芭比搁玉文啊。不要紧啊，顺时叫我来好无？顺时叫我来好无？哎呀，歹势，我袂记开麦克啦吼，因为顺时叫我来好无？因为我手机看着我较好讲后啦，无我袂记啥物人想到底啥物人后壁啦吼。好来，我看着是Sunny、马文、艾瑞、芭比、玉文吼，就照安尼顺序来。马文着你。好，真心伫小学读册，拄着无钱，就用鼎牙去做船长。艾瑞，你若方便吼，你甲文本掀开第34页吼，伫即个我看觅第2段吼，你若掀着第2段，会使读，啊若无袂要紧。咱芭比先来。就先伫小学读 A。来，大家来，免赶，免急。第头2字是真声吼，这是人名。真生伫小学读 A。读册。哦，读册，拄着无钱。就按去 YouTube 就按调。就用鼎用吼 ENG 就是白话字内底较特殊的读法吼，因为伊读蔡英文的英吼，所以 English 嘛是读蔡英文的英，就是读英，所以你以后咧看读英吼英，这才是英嘿。就用调。就用鼎 TIARE， 踢发的就用鼎。
嘿，牙起，做做等，做准等，做准等，嘿，对，做写是 O 是做吼，毋是做吼，做准等吼。CH8之，嘿，对，做准等，对，嘿。啊 ，CHIU 是就吼 ，IU 是 U 吼，就用鼎，嘿，就用鼎牙起做准等，嘿，好，大家来袂要紧吼。啊，无，到遮就好啊，读到遮就好。阮你已经超车吼，一字一字来啊，一字一字合音。就是你目睭一看一字，好一字，看一字，好一字，爱注意声调甲变调安尼吼。所以你一定爱读足慢吼。所有任何接触白话字，头一开始就走哪杯吼，我拢认为，我拢知影即种假吼，伊绝对毋是认真一字一字合音的，绝对是拢家己想着啥读啥吼，家己去联想出来吼，毋是真正目睭看着吼。所以我知影。一字一字，一开始学白话字，绝对是一字一字豆豆来，即个我拢会当了解，所以袂要紧，我绝对袂赶任何人讲你啊，你读你互音，你读了伤慢，你去边仔徛啊，袂，咱豆豆来吼。咱目的就是要希望今仔参与的人拢有法度家己看白话字吼。好，来芭比。亲生伫小学读册，拄着无钱，就用鼎夹起做准等。芭比嘛真好，有进步就多，已经我都安尼读法吼。来，玉文。真心伫小学读册，拄着无钱，就用鼎夹起做准等。是，芭比，你即嘛敢伫厝诶？我想讲你搁伫外口佚佗。哦 ，OK， 我想讲你伫外口佚佗。好 ，OK。要一个时间。好，好，咱继续看来哈。老大官有歌现钱哈，我先甲这段先甲读了哈。互老大家救去，等下吼，身体伤大，我顶都看无。互老大家救去哈。家内大细拿头小耳热哈，当然再来看，再来解释了哈。读过有些拢毋知你讲啥哈。家内大细拿头小耳热，拢是志勤两只手伫扬刺哈。好，咱来看到底是讲啥。老大官有寡现钱哈，老大官其实已经过身了哈，但是伊有留一寡现钱哈，有留，所以有寡现钱哈。老大官有寡现钱哈，就是讲某物人有啥物物件哈，老大官有寡现钱哈。我看卖哈，伫台语内底即种表达法。好，应该是理解啦吼。就算即个人已经无伫啊吼，但是伊有啥物物件，即个事实应该是讲因为即个人无伫，所以你读即句话的时候，你就知影讲，毋是即个人即嘛个伫啊，有即寡名，是即个人死去了后留即寡物件落来吼。即句话本来你若读个意思，你会当理解是安尼。当你知影即个人无伫的时阵啦吼，你就知影讲老大官有寡现钱，甲即个。人个伫诶老大官有寡现钱是无共意思诶啦吼，读起来是无共意思啦吼。即摆因为你知影即个人无伫诶，所以老大官有寡现钱，就是即个人有留下即寡物件吼。互老大家救去，我无解理解这意思吼。救去是啥物意思？咱来查者吼。我现一个代理大词典 ，KIUH， 救
KIUH。啾啾是你竖的声就对。毋是是显化的声吼，啾啾嚷、啾啾吼，或者是就是声音的即个形容声的即个词啦吼。鸟翅啾啾吼吼，但是即遮绝对毋是形容声的意思啊吼。互老大家救去吼，家内大细若头小耳热吼，拢是志勤两只手伫扬翅吼。当然，那规句看起来会当理解，可能伊要表达意思是安尼啦吼。本来是老大官有留一寡限制，问题是叫老大家按怎去啊吼。所以呢，即嘛家内若有啥物爱用着钱的，拢爱靠志勤两只手去赚吼。应该是安尼意思啦吼。那我又是安尼，应该无毋对啦吼。所以救去，就是有迄个即个钱本来有即寡钱，即嘛已经救去啊吼。我反正无法度解释啦吼。啥物叫做救去？咱来现遮现遮做台语好啦吼。KIUH 哦。找台语敢若台语大词典1932年台语大词典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伊写汉字写啾吼，属啾迄个属，啾属迄个啾吼，啾，但是是第四条啾吼，敢有解释？酸啾吼，例句酸啾，软啾，所以这嘛是一个形容词尔吼，咸啾，青啾吼，寒啾。所以你看迄个啾，就是有真正有迄个缩起来，有迄个啾缩的意思伫内底啦吼。迄感觉啦，毋是意思啦，应该是讲你读的时阵语感上的啊，酸啾吼，寒啾吼，倒啾吼，伊无长啾，倒啾吼，咸啾吼，你食起来你着酸咸，你拢会人会敢若会规个身体较红对无吼。但是有一个较无共的是软啾吼，好，所以会当安尼用啦吼。语感上你安尼用的时阵，听起来会当理解吼。但是啾去是毋是就是即只迄个缩起来迄个意思，我就毋知吼。看起来伊敢若是，看起来这敢若是一个动词，对无？食去，走去。做去，行去嘛。嘿，个家己大词典伊煞敢若家当做一个状声词，对无？骂好，还是啥物？要毋过伊用的拢是。OK， 来，马文，我感谢你提供我一个思考的方向吼。我即马查即个 KIUH， 就是我莫用啾，我做一个动词来用，我当做伊是动词连用尔吼。讲你摕去啦吼，但是意思就是你摕去吼。咱来查即个啾字吼 ，KIUH 吼 ，KIUH 伫台语大词典有三个意思，其中第一个相反就是拄则讲树吼，诗嘛吼，树吼。第二个伊对汉字就是用树啊吼。第二个就是运啊欠钱吼，运啊欠钱。所以你看钱伫遮就用起来，运啊欠钱，救西徛吼，例句用例词用救西徛钱吼，或者是伊搭有求挂吼，就是又欠一挂啦吼，伊搭有求挂，救色就是积雪吼，
就是累积啊吼。啊，所以即嘛是安怎？即嘛意思是讲，所以咱会当理解即只伊讲的什么意思啊？讲老大家有寡现钱吼，有留一寡现钱落来，互老大家救去吼。但是老大家家己囥伫咧身躯边要怎讲？叫做我一个动词煞袂记了，叶安然吼，伫咧家己身躯边吼，所以根本是根本就无机会互志勤通会当摕出来开摕出来用吼，所以互老大家救去的意思就是遮吼，即个救去就是这个意思。伫第六项就是捡起来的意思啦吼，但是救去就是互老大家摕去捡起来吼。动词连用连续用的即种句法吼，讲你摕咧去吼，互你食去吼，互伊趁去吼，个啥，足侪啦吼，动词你会当互用吼，就是两字贴做伙来用。啊，用有啥物效果？讲你摕咧去，当然你安尼讲的时阵呢，其实是有迄种亲密事的感觉吼，互伊食去吼，骗去，互伊骗去吼。啊，搁有啥动词你想会到，你摕出来用看觅，你就知。拢你至少我目前想到的，拢有迄个亲密的意思吼，毋是介尊重。你讲即句话是你对迄个听接受你。轻去哈，即只是轻含即只即个救是轻就是救啦吼，所以伫即只你会当用轻去吼，互老大家轻去吼。但是我想要讲是讲，即个动词伫台语内底，你会当你两字贴做伙来用的时阵，对听你即个命令的人，听你即个建议或者是的人，迄个听起来其实迄个受众其实是对伊无介尊重啦吼，啊你摕得去啦吼。迄种毋是无介好，平常时毋通安尼用啦吼。除非你真正对人就袂爽啦吼。好，你若想会到啥物例无共的，你再甲我讲一下。因为我就对啦想起来咯，我这当然毋是这毋是啥物教科书教我，毋是字词典教我，是我家己归纳出来吼。好，互老大家救去吼，家内大细。若安怎吼，拄要谈到吼，即个若是 if 吼，即个若是 if 吼，家内大细安怎发生啥物代志时阵，若安怎吼，若头烧耳热吼，头壳发烧，耳仔发热吼，意思伊就破病嘛，再头壳发烧耳热嘛吼，头烧耳热。家内大细若头烧耳热吼，所以即句话你会当学起来吼，就是讲你生活上的表达上会较丰富，你毋免讲家内大细若破病吼，搁伤直白去语气上搁足强烈的吼。家内大细若头烧耳热，有一个无小心吼，头烧耳热吼，讲起来听起来嘛毋是讲介严重吼，头烧耳热。就是讲，意思就是足委婉来表达讲，今仔日钱无伫咧志勤手头，所以若厝内拄着啥物代志吼，伊就无法度用着即寡钱吼。规段的表达是其实是足委婉，足软的吼，要表达较软的，莫遮尔强烈，莫互人感觉讲你度假就是徛伫志勤身躯边，你退不满安尼，无完全无即个意思吼。度假是不过是真平息，甲伊所要讲的代志真平息，无带着足侪情绪。当然，伊有小可体谅着讲老大家为虾米会甲钱放伫家己身躯边，所以伊用拢足软的语气来讲即几段话。老大官有寡现钱吼，甚至毋敢讲老吼。老大官有寡现钱，互老大家救去吼。家内大细若头烧耳热，拢是志勤两只手得养饲吼，拢是志勤两只手得养饲。哈，你讲？
头小戏热，通常咱是用伫倒位？是用着囡仔判病嘛？咱是安怎用运用这些？我平常时袂安尼用啦。为虾米？因为我无迄个必要讲到遮尔软，讲到遮委婉，讲到遮尔无直接吼。迄是伫咧你咧写作，你咧写文章的时阵，要表达的时阵，你再挑工安尼用，然后讲啊头小耳热，啊无有时啊你根本你无法度理解啥物叫头小耳热，你是要讲啊？伊即只就是要表达讲破病的时阵爱用着钱嘛吼。我的意思是讲，你会当学起来，讲以后用即种方法来表达人对人描写人破病的时阵，迄种较软的讲法，头小耳热。哦，但是莫养成习惯，就是定定拢惯死甲即个罐头书摕来用。我知影即个自细汉吼，咱受到的教育，我毋知你若阮较早国民党时代迄种教育法，足低路的啦吼。教你讲罐头书摕去用，尽量用罐头，莫家己发明吼，莫家己发明，意思讲你莫家己发明啦，尽量用罐头啊吼。啊，即个所以教你啥物四字俗语、四字成语、四字，而且拢有典故的。啊，你来学起来吼，啊以后你作文比赛的时阵，啊是种考大学、考高中的时阵，尽量用罐头书尽量搬出来，18般语句尽量变出来就对啦吼。迄真正是你害死人迄个写作的迄个能力，害死人表达的丰富性，害死人一个创作力拢完全拢互伊规拢缀掉，拢规个拢无去，拢规个拢死去吼。莫用安尼，所以我伫遮我讲平常时你会安尼用，你会当安尼用，但是嘛无必要安尼用吼。你着看情形，你要安怎表达是你安怎表达吼。OK。啊，安尼讲会使无？拄着头小耳热的时阵，加食滚水，无一定爱看医生，安尼会使？对啊，会使啊，嘿啊，嘿，伊即本来就是你表达破病的情形嘛，头小耳热嘛，吼，头小耳热哈，看怎变调了啊，头小我一连变成4字，当做2字啊，头小耳热，耳热其实变调吼，头小耳热。是讲，规身躯重汗都开冷气，无怪你的头小耳热，安尼会使袂？对。啊，所以三年要问你的，就是讲，即句话是要用伫倒位？用伫你感觉我无爱直接讲你破病啊，安尼了解无？哎哟，像你即种的，定咧头小耳热，查甫囡仔较坏咧，安尼会使袂？当然会使啊！我的意思就是安尼，就是讲伊的表达，伊就是要用即种头小耳热4字来表达破病嘛。我今仔若写讲家内大细若破病，拢是志勤2只手伫养饲，敢有啥物毋对？完全对意思啊，拢表达过，但是就是语气上足直接的嘛吼。老大哥有老哥现钱吼，老大哥死了有老哥现钱，互老大家摕去吼。家内大细若破病吼，拢是爱靠志勤去讨趁。语气上对种意思完全表达，拢相像，完全无差别。和拄则所写的这3纸完全无差别，但是我伫语气上都已经变甲足强烈的啊！我咧骂即个老大家，我咧表达我对志勤的即个伊的艰苦的不满，我咧表达我对志勤伊的辛苦，我表达志勤安怎拄着遮尔艰苦的即个境遇，但是毋是拄则伊要表达足平静的，我甲事实讲起来，但是我无爱甲即个情绪带甲遮强烈入去，所以伊用各种方法，你甲这3纸写甲较软的吼。所以我对他讲，老大官有老寡钱，连老伊都毋敢写，伊敢若讲老大官有寡现钱，吼，安尼理解无？我即摆讲遮久的意思，你听有无？我要讲的就是讲度假。甲草伊会讲老大官老的手尾钱拢去互家己啊挣去啊。对，嘿，拢是即个啊，但是伊讲甲足文啊。毋是文啊，内底无任何文啊，敢若足软的尔，吼，敢若足软的，伊讲甲足软的，规个语句拢足软的，吼，内底无啥物文啊，我无认为内底有啥物文伫内底吼，因为拢是白话嘛，吼，无啥物文伫内底。白话直接啊，去外口就是讲
头小耳热是身体为样啦。嘿， slightly 意有安尼。是，嘿，就是讲毋是大病啦，伊就讲嘛，人是食五谷的，对无？热天寒天你总是有无小心，尤其个囡仔人，有可能是去扇着风啊，是安怎，就是袂爽快啊，袂爽快。大人看到囡仔袂爽快，你看有可能真正讲放咧，互伊家己好。一定是讲啊，无看啥物人有偏远，还是讲去听一个啥物药啊，是听一个啥物货啊，开淡薄仔钱，或者较舒适、较爽快一个，迄拢毋是大条的啊。因为若准讲大条，可能老大家要互孙好势，可能嘛会摕出来用，啊，毋过就是细条的时阵就变意思讲志求拢爱家己想办法就对啊啦。是，大概是安尼啦。嘿，嘿啊，对，所以简单两句话，甲足侪种现象拢讲出来。是，以上。嘿，所以咱毋若学台语，而且毋若学着台文，学着台语，学着拄作。你本身要写作的时阵，要写台文、写文章的时阵，你要安怎表达？要安怎表达你的感情？或者是要安怎无爱表达你的感情？吼，要安怎较软的来表达哈？所以即个陈开办真正是我读到遮，我敢若对伊敢若我迄个敬佩吼，敢若真加天尔吼，完全无减少过吼。拢是志勤两只手得扬翅吼，拢是志勤两只手得扬翅吼。伊就是志勤无啥物物件，伊敢若靠两只手尔吼。而且为虾米特别还佫写讲两只手，就是志勤真正是无依无我，伊敢若两只手尔吼，得扬翅吼，得扬翅厝内大大细细吼。所以你讲拢是志勤两只手在讨趁嘛是会使，但是重点毋是伫讨趁，重点是伫扬翅吼，重点是伊伫对厝诶大大细细拢有即个有即个，拢你负担大大细细诶生活中诶所爱用所爱开诶吼，所以重点毋是伫咧讨趁，重点是扬翅吼，所以伊用扬翅毋是像我讲我用讨趁吼，拢是志勤两只手伫讨趁，无伊讲伫扬翅吼。好，我相信。是嘿，嘿是。啊，你讲嘿，欢迎。恁头拄咧讲迄吼，迄个头烧耳热，迄是足日常的语言啊。阮大家无读册，阮大官有读较济。是。因伫山顶，伊就讲紧诶，咱伫山顶咧做工课吼，囡仔若头烧耳热，足无方便诶。对，嘿。叫后生为迄个山骹。都市起来载，所以伫山顶足无方便。这是足日常的语言，所以你写作是反映生活。你讲我做无较无安尼写，无，但这本来就是生活的语言。哦，无歹势，莫误会，我无讲人无安尼写，还是讲袂使安尼写。我讲的是讲，你伫咧写作的时阵，文章的表达上，你得爱考虑着讲，我要达到啥物目的，就是伫咧情感表达的时阵，我要达到啥物目的，我用啥物词，吼，莫惯死，敢若会晓摕罐头来词来用尔吼。我知影这是罐头词，这是生活中常用着罐头词。嘿，罐头这就是伊，阮大家无读册，因的生活语言就用甲出色啊。是，你理解我理解。我讲的罐头词意思就是讲，咱自细汉定定受着成语教育这种物件所养成的习惯，嘿，就是到这方面莫甲这个习惯佫带掉吼，迄是足歹，就是讲你敢若会晓用。迄个华文的教育就是安尼缺点啦。嘿。啊，迄个人工内底有几个用着成语，啊是佫有引用着啥物人会讲的话，啊就有加用几个，才有加分，才有60分。阮咧教囡仔要去考会考，爱佫讲内底爱安怎，才会60分。哦，啊佫你有用着啥物名人讲的话，啊这尾啊，其实这伫乌世哦，不是啊。伊迄阵仔咧讲的时阵就讲，你爱用迄个已经生迄个做啥？你已经家己会晓用啊，活过有经历过迄种诶俗语，啊是讲迄种人讲的话，莫讲直接引用原文啊。咱迄个胡适先生、胡适先生，伊迄阵仔就拢有伫咧讲啊。所以迄八部主义内底就是原来有一个，莫你干那调书袋，就干那咧讲这代，
所以你讲安尼是真正确啦，讲莫定定一定用迄个罐头的语言，好多谢。嘿，好 ，OK， OK， 所以咱开始吼，咱来这段咱来读一遍吼 ，OK。直接自头到尾啦吼，自头读到尾几段吼，3段来读了。老大，我先开始吼。老大官有寡现钱，互老大家救救去。家内大细若头小耳热，拢是志勤两只手在养饲。好，马文。老大官有寡现钱。互老大家救救去，家内大细若头小耳热，拢是志勤两只手在养饲。嘿，对，马文足好的示范吼，就是我相信马文有法度一口气自头到尾足紧的就读煞吼，但是就是莫安尼，就是是嘿，你讲。我管。哦。我即摆就是咧写迄找无诶。OK， 嘿，所以马文最好示范，就算你有才调，自头尾3秒钟读煞，你嘛莫安尼吼，一字一字来吼，一字一字看甲读出来吼。因为咱的目的毋是要表现讲你有活力、有才调、读白话字，咱要目的是要互大家拢来练习，一字一字看吼，来甲发音好出来。好，艾瑞你要试看觅哦，大家来吼，免赶。老大官有寡现钱，互老大家救救去。家内，这里读大，这里读大哈 ，TOA 拢读做哇哈哇，或者是我，你若会记上好记就是我 GOA 哈，所以家内大细哈。家内大细，若头小耳热，拢是志勤两只手在养饲。是真好哈，就是安尼豆豆仔来，一字一字发音哈。尤其是目睭一定要倒着你的喙唇哈，目睭一定要倒着你的喙哈，莫讲喙走大声，目睭拢无倒着哈。应该是目睭大声，喙唇倒咧后壁发音吼。好，来，芭比。老大官有寡现钱，互老大家救救去。家内大细若头小耳热，拢是志勤两只手在养饲。是真好，玉文。老大有寡现钱，互老大家救救去。家内大细若头小耳热，拢是志勤两只手在养饲。好，来，Sunny。好，我即摆吼，因为可能我想要邀请芭比玉文因为咱有时阵开房有一寡通知，毋过因为吼，这真正进前吼较无通，就是无用社群，因为有一个社团其实毋免正名吼，我迄时阵用群组，我想讲我用一个成立一个叫社团，拢是内底拢是通知尔，啥物开房的通知就是讲安尼，因为毋是群组，就毋免讲写漏咱的赖的资讯，就是讲要邀请大家，就是开房的通知大家嘛会使斗通知安尼，就是拢是通知的资料啦吼。好。安尼我有放伫即个邀请，我有打去嘿。好。就是想要讲大家会使讲通知，因为有时阵可能。芭比知影讲看啥物时阵开房吼，安尼就是好，我来继续读。好来，芭比玉文歹势，我甲你唠到等下你玉文吼。无玉文你先啦吼，玉文你先歹势。好。我读过啊。你读过啊？来歹势，安尼。老大官这你读过啊？
读过啊，吼。哦，好。歹势。我来3年。我来哦。拄只老大官有寡现钱，互老大家求去，家内大细若偷小大，拢是志勤两只手在养饲。真好，真好！我上爱听到你一开始即个历史，因为你无熟，你读袂出来，但是你家己去辅音、去拼音，甲好出来吼。这是我感觉上欢喜，因为表示你有在调，家己完整来看白话字的文章吼。你有家己，我都家己读吼。后来秀子老师，你若有兴趣，含阮斗阵来读吼。这段。那方便。歹势，老师，我有加入，但是我毋是用我的名哦，因为我做无伫个内底用这名，吼，我已经加入啦，好，谢谢。对，这样你就免要烦恼讲名拢泄露出去，嘿，对，安尼真好，多谢。好，秀子老师，你要读无？老大官这段。我头拄遐写挂听，因为我即马哦，好，袂要紧。在看迄字。伊无法度放大，袂要紧，我都放大。我入去link看，伊迄阵放大就切掉，所以我就歹势，所以我就挂听就好，因为我目睭迄落。哦，好，袂要紧。过来对我来讲新朋友啦吼，恁我小认捌一个 Claire Lin 吼，你有兴趣来读无？你若方便，他做你开麦做你读吼，若无袂要紧，欢迎你吼。大兄，我有想到迄两字，我感觉伊用了有一点仔无真，我家己的感觉啦。伊讲若迄个厝内人偷烧耳热，拢是铁琴还是志勤？嘿。感觉应该毋是养饲，是伊咧处理。你养饲当然做侪代志，毋过伊即马特别讲，若有人破病啦，若有人啥物代志，安尼是毋是用养饲？我感觉，针对特别的情景、特别的代志，应该是咧处理解决。啊，你若养饲是平常，就是提供食的，食食啊，吼，啊大啊啥嘿，我感觉即两字对起来，真后对起来，我的感觉，我的意见。毋知安尼对无？你讲是对啦吼，你若讲是三个囡仔尔所以我感觉讲做志勤的养饲，我感觉是原来嘛讲会过啦，因为翁也死啊，大官也死剩大家嘛，大家可能爱家己顾家己所以才会甲钱拢救去，剩的就是志勤家己去发动嘛，所以就是剩。一个情人囝嘛，清流伊本正一个查某囝嘛无去所以等于是伊志勤爱顾一个情人囝，搁顾一个伊生迄个真心安尼。我感觉是养饲，我感觉是伫遮应该算会使成立啦。咱来看，感谢马文吼，咱来看这规段是安怎来顾着这段啦吼，咱来看吼。伊要表达其实就简单，就是讲厝内的钱，伊无法度进前人毋是进前人，因打官留来钱伊无法度通用，所以呢，伊拢爱家己去趁来饲这几个家吼。所以呢，伊即嘛讲在养饲呢，其实讲的已经毋是干那讲今仔日你破病就爱伊去处理吼，毋是干那处理呢吼，是这几家所有的食穿用，所有的开销，拢伊爱设法吼，所以等于是所有的养饲用到的开销，拢爱伊来做吼，伊来趁安尼吼。所以这个养饲针对的已经毋是偷小鱼的，偷小鱼的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尔吼，一个 example 就是讲，若是大细若破病吼，拢是爱伊来出钱来想办法去赚钱，想办法去趁钱吼。所以这个养饲已经包括所有这个家所有的开销，所有的大小细爱用到的吼。
所以咱搁转来，我对来讲，这规段古句法，规段古句法是开头是用大官留一寡现钱落来，啊，结局是拢爱靠伊两只手去赚安尼吼，所以这是对应的啦吼。大官所留的根本就用袂着，伊爱家己去赚吼。所以这个央视是指所这个，我是感觉整个顾这段顾着这段的时阵，要表达的是这几个家，毋是干那这大细破病尔，毋是干那这代志尔吼。所有的一切吼，我对来讲，加请用所有的开销。吼，以上是我的规则啦吼，无当然会当无，你会当无赞成，你会当认为讲啊，伊就即嘛是提出这个 example， 应该针对这个 example 嘛吼，拢是至亲，这应该是其实拢是就已经表达讲，毋是干那破病尔吼，所以拢是伊若讲家内大细若头小耳热吼是至亲，还是讲就是靠至亲两支手，迄就表示针对这个 example， 但是毋是拢是已经表达讲，已经毋是拢毋是干那这破病的代志尔吼，所有一切拢是吼。好啦，以上是我家己的规则啦吼，表达我对地规判的支持啦吼，退想一个办法来开拓一下吼。后来那这个课也无要读，咱就这段算读煞吼，剩5分钟，咱搁继续看啦吼。顶回甲爱个挂保证的，讲绝对你会当伫后来个。咱要读的所有的这个上课时间，绝对会当搁学到新的吼，绝对毋是讲到顶礼拜就规结束啊，搁来都拢无新的，学袂着啊，袂，绝对袂。我今日嘛听好，搁伫遐搁挂保证吼，各位吼，绝对会当搁来后手咱所读到的，来故事内底会当学到足侪大文吼。若是干那文字搁句，甚至是规个文章的写作吼，你拢会当学到伊的技巧，学到伊的功夫吼。好来，后一段，热天时吼，逼热吼，热天时逼热，足侪词其实我有时我嘛爱小家己爱互音爱念出来才知影吼。热天时逼热，至亲身躯拢生疼吼，袂坐椅，腰骨也躯腿，搁家人。精美来做所费，搁服侍老大家吼。好，这段就是这段敢若意思就是讲，搁较艰苦嘛，着爱至亲，着爱想办法，爱紧落去就对啦吼。来，咱一字来看吼。热天时逼热哦，就是讲，伊要讲一个。热嘛，举一个上艰苦的热吼，热吼，而且是热天时逼热吼，即个时阵吼，热天时逼热就是你若华语的啥预热了吼，预热就是足湿足热吼，但是逼热即个逼字是强烈的意思啦吼。无一定是翕啦，吼，无迄个翕的意思啦。逼应该是迄个较强烈表达讲，即个热就是足强烈的热吼。热天时逼热，咱来查遮逼字。甘字典，好来甘字典，我来测甘字典。PEK 吼，逼就是这个逼吼。华语有逼迫吼两个音吼，组做一个词吼，叫做逼迫，这是伫个教会内底上接用到啦吼。华语教会啦吼，逼迫但是伫个你若要翻做台语，或者是讲要用台语宣教的时阵。我就听足侪诚趣味的即种翻译吼，毋是翻译对啦，翻译吼，足侪宣教的人吼，逼迫伊敢若足惯势讲华语，不晓讲台语的时阵，所以伊就各种奇怪的音就出来，我就不爱讲啊吼。
其实伊就干读做逼尔，你嘛免两字贴做伙，你就逼就好啊，吼，逼就是逼迫伫台语，你就直接讲逼字就好，因为伊有即个汉字破，嘛有迄个汉字逼吼的意思，吼，音佮拢相像吼，所以你就用逼就好啊，吼。OK， 譬如讲捆逼吼，捆逼就是伫台语教会就讲捆逼啦，吼！台语教会讲无就是一字逼字，无就是讲捆逼，吼！伊袂讲逼迫，吼！莫用逼迫，直接要甲翻，吼！啊，都袂晓翻，你两个字个发音个无拢袂晓，都奇奇怪怪音就出来，啊，听到我就艰苦诶，吼！哦，逼君，吼！逼我，吼！逼切，赶紧，吼！逼好伤人，所以这才是逼字，这个。破字吼，这是破字，破就是有迄个要怎讲，逼君逼我逼切赶紧吼，无迄个形容词迄个逼字嘛吼。好，咱来看另外迄个逼，华语的逼，华语的逼伫倒说，伫遮吼，伊嘛是逼君催逼逼紧吼，赶的意思吼。所以逼热伫遮吼，逼热，当然逼热毋是迄个赶的意思，是迄种是迄种压迫的意思啦吼。但是伊今字典就无收压迫即个词吼。咱来看台语大词典的逼 ，P-E-K。台语大词典的逼呢，吼，伊敢若收一字汉字，就是破字，吼，伊无收逼，伊敢若收，伊无用逼，伊用破，华语的逼，伊用华语的破即字逼字。鬼说两个，一个就是捆逼啦，伊写吼，即个台语大词典性网爱工作，即个性网爱网站的即个华语翻译吼，总是互我感觉诚艰苦。我毋知有时毋知要到底我要读台语啊，读台语吼。因为写两个，伊写逼迫，结果音飘做逼吼，逼台语就无人安尼讲吼。阿宽大哥大兄，迄个可能吼，我简单讲者，当然这足爱解释。是。阮都伫中华镜头头，票热，足热。你讲迄逼热，有感觉到？是。迄日头足大诶，啊你吼12点嘛转来食饭，可能你嘿困到1点嘛还佫足热，2点嘛还佫足热，3点嘛还佫足热，是。4点有较迄落，但是你佫袂当无出门，所以阮通常2点外，迄热甲。就是安尼，足无想要叮当，就安尼规个身躯出来，安尼一直闷，迄汗流一直闷出来，所以迄种逼热，就是靠你内底体内一寡物件，安尼足无爽快啊。我会使安尼讲迄个感觉，所以我讲逼热，我会体会到，但是要共解说，足歹解说。就是即个逼字吼，咱拄则看工字典用的讲捆逼，就是逼迫吼，逼迫华语。教会内底所用的迄个逼迫，伫台语内底叫做捆逼吼。迄个热会捆逼人，就是即个意思吼。逼热就是迄个热会捆逼人，会压迫人啊！你若用华语讲说，会压迫，会甲我逼迫，会甲我，会互我安尼心理压力足大，我身体就爱用足大的气力去对抗吼。这就是捆逼即个处境吼，迄个热就是，敢若人受着捆逼的热吼，所以逼热就是伊就是安尼。即逼热其实毋是啥物罕用的词吼，其实伫生活中定定听人讲，日头呢，赤呀，遮尔炎啊咯，遮尔逼热遮尔逼热的天气吼，你莫安尼。无地无啊，无野线，啥物吼？逼热即个词其实是伫生活中定用着啦吼，形容即个日头足炎的即种情形吼。啊，台语大词典伊嘛无，我看嘛，等下查看嘛有逼热嘛吼，伊有即个逼迫，有捆逼，有催促吼，催逼的意思吼。咱来看伊个例词吼，
逼活心，就是逼迫嘛，吼，逼活心。我是毋捌听过啦，日子真逼，吼，代志逼到底，吼，钱管逼，吼，这拢会当听得出来嘛？而且这确实你着感受到迄个逼字，伫遮用着什么意思，吼？代志逼到底，吼，事情到发展到这种程度，已经足紧迫、足严重诶，吼，钱管逼，吼，就是足欠钱诶，吼。后来第二个讲催促，吼，催逼，逼钱、逼伊价。写批去逼，迄拢有迄种你催逼的意思吼。咱来看有受逼热无？可能无啦吼。若有，我即马应该看会到。我用即个逼，wild card， 歹势，逼 wild card。但你若点即个逼吼，伊有逼暗，吼逼暗知影啦吼，逼迫吼，逼甲足暗吼，逼暗。逼万是我毋捌听过吼，逼万是真多意思吼，几百万吼。哦，其实毋是逼啦吼，这才是迄个100吼，迄个逼吼。逼债就是逼少啦，逼债务啦吼。逼切吼，逼切吼，逼切是共意思，就是一个切一个切吼。逼切吼，迄共款意思，即种共款意思吼。逼切吼，拢共款意思。逼手这项逼无关的，这是一种博术吼。逼出去吼，就是赶逐出去。逼逐吼，这嘛含迄个捆逼嘛无关啊，伯爵逼逐吼，过来是这100这我拢跳过吼。逼好伤人，后来有叫做逼热吼，伊修一个有些即个词叫做逼热。逼热一下，伊规则就是非常热，非常的热，非常热吼，逼热吼。啊，当然，因为咱拢读逼热，是因为伫遮即个个啥？天规版是写逼热嘛吼。热天时逼热吼，热天时逼热好。已经超过6分钟啊！吼，咱这段咱真正要读了，可能要半点钟了吼。一字学吼，要半点钟。咱后一礼拜，咱再搁继续来看志勤安怎哩艰苦来请这个家吼。咱那就是当中会当学着台文的表达，台文的运用吼，会当学着文词故句，或者是讲平常时你要安怎丰富表达一个人安怎来。辛苦请一个家，安怎来写，安怎来描述，毋是干那对直接写，有诶是有诶是靠一人足大人来写吼，咱来看伊安怎写。好，有啥物要过细补充，还是要甲阮小见证一下吼，拢欢迎你。有人要讲啥物话拢会使。我讲一个，就是迄个拄则有带你个迄个连接互你啊，毋知你有看到无？你讲用哪吼？因为对，因为伊我遮嘛有答，因为拄则伊敢若诚有兴趣要学习，有问讲文本伫倒位，我甲讲，就是阿关每一届拢会答迄连接，文本的连接。啊，顶悬遐嘛是，顶悬的连接是会使，嘛会使点开，像我是另外有 iPad 会拍开来看，因为你看阿关，你用听，你就感觉伊伫细念嘛，伊是咧查，伊咧查一寡字词，啊，咧详细来解说，啊，讲一寡伊的看法，甲咱教安尼，所以我一般拢是安尼。好，那你遮看卖，应该是有看到啊。哦，你是讲你搭迄个文本的即个连接吼？阿坤老师做3年。是。我想要拜托一件代志吼，咱已经成立一个新的啊，啊，即个内底会使，就是真正就是开放的时阵来通知，莫倒有一寡问候哩哩扣扣，哦，足差的呢。是啊，好啊，无问题啊，嘿啊。对啊。莫倒伫遐感谢你，感谢我，哦。迄拢足占空间呢。嘿，是，无必要，就是用来我其实进前迄个群组，我嘛是敢若用来通知讲啊，我要上课，无要上课啥，或者是有啥物含即个课关系啦，其他我拢足罕的，我着足罕的去讲。即嘛开一个新的，但是我毋知要安怎入去呢，我即嘛要安怎开？
啥物拄则有带连结，爱点落去了后就会邀请你去。哦，点落去就有啊，哟，对，点落去哦，我点，但是我点，我等下再试看觅吼，我等下试看，我毋知影这好，反正就是以后我会该对迄边啦吼，该对迄边来通知吼，啊，另外迄个群组我当面打了大家讨论啦吼，其实我嘛毋知影讨论啥，好 ，OK， 安尼。感觉其他的代志，还是有要分享的，有要讨论的，拢会使。三年仔走去楼骹，OK。好，楼骹另外新朋友吼，欢迎吼，徐文高，你有要起来互阮开讲者，要互阮熟悉者。阮已经读。你看，我这是第75个 session 吼，其实因为我已经读1年啊，然后一礼拜一工嘛，咱已经读超1年半吼，读1年半才读到第34页吼，这本书吼，你就知阮读的速度足慢，进度足慢的吼。因为阮真正是一字学吼，毋是干那一句一句是一字学吼。每一年拢甲学起来，每一年会当理解，袂理解就学甲理解。袂晓运用的，学甲尽量看有法度伫咧生活中，家己会当用，家己写时阵当用吼。所以伫内底会当有足侪的一个得到吼。我相信你若愿意吼，委屈你这1点钟的时间来听我踮遐细滴吼，绝对会当伫内底学到足侪物件吼，绝对会得到足侪物件吼。所以欢迎恁吼，后礼拜搁欢迎恁来吼。好，安尼敢有啥物好来？四加一个拄则，你有要甲阮讲几句话无？要挨杀自己无？寇先生吼，还是寇律师？歹势，我毋知影你是 C 啦吼，就是欢迎。后纸吼，好欢迎啦哈，后纸欢迎吼，你会晓写即个罗马尼吼。表示绝对有淡薄仔小知影，真欢迎吼，欢迎后礼拜含阮来开讲，含阮来讨论吼。针对文中每一字吼，你有啥物意见？你有啥物发言？你有啥物感想？你有啥物想到？你有啥物拢欢迎你甲阮讲者。有诶吼，比如讲对阿妈阮足好，伊甲我讲，这应该是动词，我才想到原来是动词，安尼就免去查2字，你查过一字就可能会这样找到迄个旧诶意思吼。所以真正感谢阿妈阮。好来，咱今仔到遮，我要关房，感谢各位。后礼拜吼暗时啊，礼拜日暗时9点到10点，欢迎各位。多谢阿关，多谢大家。多谢。拜拜，有闲才过来。多谢阿宽，多谢大家。多谢。感恩。好，阿妈。